范大学民族音乐所，甲1967年伫台东阿美族的部落采集到的13条的歌谣，做成一张的专辑，要互大家听。台东阿美族中共部落50多年前的民谣，受小美的歌，伫时代民族音乐所学生的演奏下，旋律悠扬轻快。这首原住民的音乐是已经过身的音乐家柯尚辉，伫1960年代推行民歌采集运动的时，采集团队的李铁勇入到中共部落，将阿美族人的歌声录音保存落来。1967年的录音，可是呢，录完了以后呢，当时是分成3或4个拷贝的部分。那有一个拷贝呢，就被送到德国了。留伫台湾的录音带，大部分已经歹去也是放进去啊！一直到时代民族音乐所将当年送到德国的复制版，伫2013年摕转来台湾进行转录，并且到部落找找原唱者。这上面的名字呢，一个一个找出来。不过呢，大部分都已经过世了。其中有一位已经90岁了，他一听到自己的声音，他就非常的兴奋地说：“哦，这就是我！”时代民族音乐所将13首中共部落的歌谣整理成一张典藏的专辑，和50多年前的声音继续伫这片土地上传唱。